再来看这中华的警方是来查到一个毒品的分装场，结果这嫌犯呢为着要秘警察，竟然背对4楼悬的厝买顶去。警方是请这消防单位赶紧来支援，落尾是有顺利抓到人，也那现场也查到依托米纸、安徽他民警等其他的犯罪工具。另外，这警方同时嘛有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机房，拢总是抓到13个嫌犯，才有这诈欺等罪嫌，甲因移送法办。 到总务顶那边过去了。哦，伊要甲迄爬袂起呀！嫌犯伫4楼悬的窗仔边，想要爬起哩厝顶逃走，画面看起来真危险。鹿港分局进前接到证据，讲是有嫌犯伫面体咧分装毒品，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抓人，想袂到嫌犯为着秘警察，竟然爬位厝尾顶去，最后嘛是互警方抓起来。现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米纸、安非他命加分装毒品的工具。现场为毒品分装厂。 即查扣第2级毒品依托米纸以及安非他命等制造分装工具1批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诈骗车手和中华警方抓起来，也个误杀杀，这是电信诈骗集团的机房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个诈骗集团真奸巧，家机房设伫台中的5车乌一等所在，而且一直在刷位，佮和其他诈骗集团合作，找车手进行洗钱。经检警团队锲而不舍地追查，发动6波拘提、搜索等行动，陆续将13名被告逮捕到案。 到目前为止查获的42团，那有288人那在毒品的部分在这个时期查扣了14.1公斤。警方表示，统计到3月份受理的诈骗案，也是以假网络拍卖加投资诈骗上多。另外，爱特别注意，最近伫网络社群平台出现利用假影片性交易，拐骗被害人买游戏点数骗钱。若无配合，佮威胁被害人公开以嫖客身份，警方就提醒，若和网友要求买游戏点数，一定要提悬警觉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